够怪，热度速度太快，来不及做追究起了脑袋，三观差点被破坏，上网还要被毒害。虽然对内容没有期待，也不是来寻找未来，但是人不该那么变态。这东西进我脑是犯罪，这东西进我脑要抽水，这东西进我脑怎么配？这东西作者是谁？赛博抽风车一则又一则，太多人在网路上胡扯，不要信善只要色，长篇大论谁记得？赛博抽风车一则又一则，今天用的网路够多了，这些小店太独特，没有一片营养的。这东西进我脑是犯罪，这东西进我脑要抽水，这东西进我脑怎么配？这东西作者是谁？赛博抽风车一则又一则，太多人在网路上胡扯，不要信善只要色，长篇大论谁记得？这些小店太独特，没有一片营养的。赛博抽风车一则又一则，太多人在网路上胡扯，不要信善只要色，长篇大论谁记得？赛博抽风车一则又一则，今天用的网路够多了，这些小店太独